大家好，我係將軍澳循道衛理幼稚園鄭校長。我哋幼稚園係由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主辦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強調嘅敬主愛人、服務社群，一直都係我哋教學精神嘅根基。我哋希望小朋友由細開始就懂得感恩、懂得關懷、懂得去愛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喺將軍澳區入面開設教會將軍澳堂，仲有2所嘅學校：將軍澳循道衛理幼稚園同埋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。我哋3個單位緊密連結，互相支持，同心同行。我林德玉校長、3位副校同埋陳校監、李牧師、曾牧師都會定期一齊為學校、為老師、我哋嘅小朋友嘅家庭一齊祈禱祝福。呢個係屬於我哋教會學校嘅力量，唔單止係合作，更加上屬靈上嘅守望同同行。仲有教會嘅同工陳慧利泳詩姑娘，亦會定期嚟到幼稚園同我哋嘅小朋友講聖經故事，帶領小朋友唱詩歌，同佢哋祈禱，陪住小朋友一步一步認識天父嘅愛，幫助佢哋喺信仰入面建立正面嘅價值觀。我哋深信教育唔只係知識嘅傳授，更加係陪伴小朋友喺靈性、品格、愛心上成長嘅旅程。